年母。 唱过大魂，苍茫渺渺过安稳。虽然有分开时阵，奈何只有是半边的魂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。 其实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花引起阮明日草原绝尘。我甲你老两尾鱼啊，搁新鲜的，你做汤啊来，我来煮。我来就好啦，我来。哎呦，你安尼大块高人安尼。哦，我家姐哦，啊，这是老爸啊，来来，挺好啊。咱照到工嘞，来，求助啦！求助！哪安尼啦？啊，有大无细，你安尼大花度，我过来囡仔来顾好哦。这是咱好家希望，你知无？那无囡仔无是要安怎啦？有了解无？哈？你足无注意，我咧刚才是手找着尔。遐若巴肚来囡仔有甲想安怎哦？咱好家都无油烟咯，迄阵就废去，我甲顾好呢。 了解无？哈？哎呦，你怎么毛病？我头就痛啦！啊！小点来哟，便宜两你讲，好。别乱了，哈！结束。结束，有了解无？结束，结束。快点嘛，便宜点你讲，好。 你做爸爸了。王医生，侬太难了，阿囡啊。医生，啊你唔着紧来讲啊，他到底伊是生查甫啊查某的啦？何先生，恭喜你，恁太太该是个查甫囡仔。 查甫的。 我刚才，哎呦，阮舅子实在有够老啦！哎呦，舅子老迄时查甫，安尼阮好家就有后代啦！哎呦呀，感谢关帝菩萨妈祖婆，太上天老君，哎呦，就是讲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求助，你好。求助。求助！哎呦，你有够搞的啦！佮搞我生查甫，哎呦，够搞的啦！我有拄啊困中，身体足疲劳，互你好好休困。啊，是的。哎呦，啊，你哪知影？伊在伊坐一个查甫孙仔，还有唔知要偌欢喜呢。今仔哪会跑出来？这声，你那一定。安尼啊，无咱进来看，到底是你是来干什么？求助吼，来来。求助的名，林求助，你家啦，这恁囝啦。啊？这我囡仔。人别人囡仔，你看，一个安尼，困几排，困伫个囡仔眠床内面对无？你囡仔哪遮特别？哇！我家己一个困伫个，你看，哇，拢总用个玻璃安尼密封的，这箱仔内面吼。你囡仔敢若比别人较细汉呢？是啊，我哪安尼？我来问医生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囡仔。黄先生，这边就去，请坐。恁太太生产因为子宫出血非常危险，所以才破包的生一个无9个查甫囡。囡仔有要紧。这要看一个月的变化，因为早产囡仔体重无够，所以可能保健生特别照顾。阮太太，好啊，休困，真紧就会脱光。要毋过，要安怎？黄医师，手术房请你去开刀。好，何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恁囝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一阵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恭喜哦！我去嘛！哎呦，我去啊，恭喜啊！哦，安尼外英啊，嘴正入甜哦。你什么时阵要请阮食喜酒哈？啊，嘛爱去红心嘛，你甲我斗相共介绍，毋才有去吧？哦，安尼哦。好，外英啊，愈来愈水，体格又搁赞吼。真工样啦。你有当时啊，搁会替阿爸斗做生理吼。哦，真乖哦。这个坏人哦，我一定要甲你做成的。真的哦。完了，安尼无紧甲阮即马说多谢。对吼，唔通你嘛多谢你哈。哎呦，好啊，你要甲什么人做媒人啦？哎，外英啦。啊？哎呦，好哦，你看伊体格真好，你看这脚酸，圆滚滚，后摆一定真高生。哎呀，别个人讲笑啦，歹势啊。等咱求助嘛真牛啊！你看，伊一个生吼，就得替咱生好甲生查甫的呢。对。哎，对，我带你来拜年哦，看阮金孙，行。小等，阿母啊，求助即马才当啊生产尔，对无？身体还搁足虚的呢。咱若要去遐看，咱嘛着先从迄鲈鱼汤煮咧，才赶来甲伊看。哦，对。哎，我想说吼，要抓一寡鲜花汤来互求助食。哎呦，何姐嘛，你真要好命咯！我看哦，求助年龄若是甲你生孙哦，你好嫁到子孙满堂。多谢。无毋对啊，伊即马吼，会当我上好的是吼，年拢生啦，吼，顺咧猪母安尼哦，会使头一真生一个查甫出来。代志就会你哪安尼讲？哎呦，
啥物咧猪母？嘿，你讲的伤过粗俗啦！阮秋子是毋是猪母？阮秋子是金家母。哈！逐年拢甲阮好嫁，生一个金家娘吼，逐条娘拢负金家工。哎呦，菜花，你哪安尼讲咧？啊，猪含鸡毋是拢共款，遐尼高生。嘿，无共款啦，差足济啦。你想看觅啊？一只是猪母，一只是金家母，对无？差真济啊喏，害得阮秋子真熬就对啊啦。哎，何姊嘛，这油饭哦，我是一定爱食。先甲你恭喜哦！多谢。哎，连工哦，我才煮一碗甜汤来互秋子食，互伊食一个甜年年生后生，好无？哎呦，多谢恁的金狗啊！我即嘛爱准备紧抬猪公啦，等下好我庆祝一下啊！我唔啊要抬猪公，我怀着要抬猪公倒油，抬猪倒油就对啦，用这香鲜吼来感谢天公啦。啊，对。我抱在外口行行，等等啦，歹势，你拍行吼，歹势啦。秋子，啊，我来看你啊。啊啦，哎，倒来就好啦，唔好爬起来。汤喙还好无？我甲你转个鲜花汤啦，来再位啊，来，你摕去汤者，好啊，回来人吼免食冷的啦。好啊，你这个过来啊，我先来。我甲你煮这鱼仔汤啦，啊，趁烧紧啉哈。鱼仔吼是菜花仔透早吼，去鱼市场安尼活跳跳掠转来呢。人讲吼，食鱼仔吼，啊，汤喙真紧收缩啦。来，我来试。恁娘，我开进来。我来了。啊，对。来。做回来吼，都爱加食寡，加休困，身体都爱保好。啊，今日讲吼，你若要出院吼，阿母才来接你转。好家吼，团庄接待全靠你哦。身体都爱顾好，吼。哦，对啦，啊，毋通去吹着风，啊，吸冷水，知无？这你早就交代去啊，有你看，顶头迄摊我早就甲关起来咧。哦，啊，你搁捌哦？鱼肉无食袂要紧，来汤加啉偌较要紧啦。哦，对啦，还佫有鱼骹，哦，我订几早起呢。讲哦，土豆炖鱼骹哦，年水会讲老哦。啊，囡仔食冷的时阵哦，就靠啉水啦。来，阿母，啊，秋子鱼汤都还袂食了，无你就小等。哦，哎哟，啊，我著着急哦，可袂讲哦，哎哟，秋子安尼赶紧安尼肥绿绿啦。对啦，啊，我有叫菜花吼，明仔载给你煮麻油鸡啦，什物腰子啦，吼，用开始食，加食寡吼，对身体较好啦。啊对，啊若要食啥吼，啊你叫文才甲我讲，我才甲你传，吼。阿母，你明仔日啊无闲啦，厝里遐尼一只猪来，你即摆安尼有够辛苦呢。袂啦，袂啦，我有孙通抱吼，哪会辛苦啦？文仔啊，菜花啊吼，陪我看我怪辛苦啦，你去陪秋子啦。秋子就好啊，伊就会当落床啊。我嘛菜花啊，
讲叫我倒来厝的，嫌我先操劳啦，害我今仔日才会当泡温水。阿母啊，人我嘛是为着你，啊，等阮一下因囝出伫保温室内底，啊，看到无袂着闹好啦。什么保温箱啦？啊，就互恁孙大特别套房啦，啊，搞搞，看你就知啦。啊，有来来来啦，搞搞我，来，你叫就是啦。哎，阿母。咱下当要徛咱要外口看啦，啊，你看，迄就是恁孙啦。哇，阮知啊，我才乖孙来讲咧，这是我来啦。阿母，免惊，医生讲囡仔无9岁，体重无够，所以用这个保温箱特别伫甲照顾。这是为囡仔好，也无啥物通烦恼。啊，毋较早甲我讲，我烦恼一下。嘿呀，阿母啊，哦，即马甲你讲，你着记得安尼啊。啊，早若甲你讲，啊，你毋着逐工阮当遮为透早唱到透暗。医生讲袂有代志，好啊，我送你啦，要抱恁孙健康。放你保温箱10个有9个都袂换，竟然搁咧骗老大啊！人家黑白讲的偌脆皮，什么叫做放到要保温箱内底，食袂饱的饲袂活哈？你讲啊？我听人讲的啊，听谁讲的？我哪会甲你讲？你，好啊！你黑白咒骂别人，我嘛要咒骂你，我咒你下摆生出来脚无骹出。嘿，阿母啊！我你扫一个啦。哎呦，这不要看到我，听到人咧讲文才因囝。安怎？讲文才因囝吼，生得足古锥，佫足有好气的，我甲伊多谢啦。对啦，今仔共细声就遮对。团长，我看到了，所以甲你教哦。你是啥人啦？你哪会对人较歹？伊就是啥？哦，是拄仔食你讲吼，爱共细声迄个人对无？对啊，你敢知因讲啥？讲啥？讲啊！讲我脚掌做变袂生，你看我明明脚掌这尔翘，对无？我当然嘛会生气。啊，你脚掌变袂生，甲伊什么伫大代？对啊，脚掌变甲什么地大代对无？食饱无代志做，管他济因素，无免奇妙。走啊，你嘛够无？差不多。阿母，你敢是讲要甲你的宝贝孙啊？变水衫，无咱即摆来好无？好，我来。人是讲啥的，说安尼才是。我是爸爸讲了，照顾保温箱的囡仔。嘿啊，听讲伊个囡仔情形无甲人好。是安怎无甲人好？你是？哦，我是囡仔人。海水，你从何处讲？为坚定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阮大家讲吼，食这猪脚甜土豆哦，这啉水会降降流，啊无你试看卖。来啊，多谢，去食嘛。多谢，食。多谢你。做回来一定爱补啦，啊无绝对无啉水。咱拢毋捌看恁兜人来看你，恁先生咧？你莫哭啦！人讲做回来若哭吼，目睭会歹去呢。我嘛无想要哭，我真无路用。是的啦，我是毋是讲到你伤心的所在？我是关心你。你莫哭啦，你哭目睭真是会歹去哦。莫哭啊，莫搁哭啊啦！你莫哭啦，你真是莫哭，你目睭会歹啦。小主啊，你现在遮好命，你有一个遮尔体贴你的翁婿，可恁大家、恁阿嫂拢对你遮好，你现在遮幸福。你敢拢无亲人？一个嘛无，
我袂输一个孤女嘞，无伊无我，我实在后悔，啊，这个囡仔生出来缀我咧吃苦，我实在对不起伊。你毋好安尼讲啦，咱两个住同间房间，算起来嘛是足有缘的。若是无去遐，你能将我当做朋友啊？邱总，多谢你，我实在足好运的，初见面啊，你就对我遮尔好。亲像我这风尘中咧想我的查某人，一工看落甲遐个查甫人咧盘烂，注定着我这悲惨的命运。亲像阮这款重感情的查某人，可是咧风尘中咧上班，查甫人哪会去珍惜阮？是毋是迄个查某人放杀你？囡仔出世就无老爸，我实在才对不起伊。小珠，你莫遮尔啊失志。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。人咧讲，好心一定有好报。多谢你，多谢。我甲你提一点仔烧汤吼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啦，你免客气啦。多谢你，免啦，我家己咯。来来来，多谢多谢。哎呦，哦，你在丢恁哦。伊个面子也7点予我，毋知要偌好诶。有遮尔济啉水，也无啥物路用。唔惊，我都吃着我的你。